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你是我全所有，这恩喜乐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用信心来宣告，哈利路亚！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一起举手。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很坚定的，哈利路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弟兄姐妹，你的前头是什么？你的前面是什么？你的前面是什么？前面是耶稣基督的十架。我们要眼睛定睛在基督的十架上，因为十字架的大能是带着复活，是带着复兴，是带着兴盛在我们里边。我们宣告，当我今天站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一切糟糕的境况都要改变。阿们吗？
我们宣告，我一切糟糕的状况，神都要亲自作为，他要在这其中。哈利路亚！大卫王他说：“我一天7次赞美神，7次赞美神，对大卫王来讲还不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几次来赞美神了？也许在这里正是你的起头，今天的起头，更全心全意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定睛在他的身上，一起来。早晨我睁开眼睛，打开你属灵的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心中思想你的好。哈利路亚。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想你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主的面前，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更深的敬拜。哈利路亚。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单单的唯独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与你来亲近，夜晚，夜晚我仍要歌是的，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仍能歌唱。证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主，谢谢你，我们来敬拜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尽情的敬拜他，我要称颂你美丽。尽情的喜悦他。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也想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我你。的主，哈利路亚。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将你所有的情感都对耶稣而唱，毫无保留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无止境。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感谢主给我们这个生命，虽然污秽，虽然有很多我们清楚不清楚的罪过，但是神他却喜悦我们这个人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你站对了位置，因为在这里是神呼召你回来，来到这里立足在他的面前。神他说：孩子，我对你所说过的话，过去所说过的话，我现在就要应许你，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应许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充满了神的权柄跟能力，凡是受洗的，神都将这祷告的能力加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要带入祝福的祷告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首先要来为我们的吴弘毅弟兄，弘毅在哪里？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弘毅，来举手一下，弘毅，让我们也认识你。弘毅，他的太太慧瑜，对不对？他们夫妻还有他们的小孩。
3个女儿都在教会里边全家服侍神。我们要为这个家庭来祷告，让弘毅呢这一位家长，让他带着神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你一家之主，所以这个家庭呢一直都要决定来服侍我们的耶和华。阿们。我们现在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来为这个家庭来宣告的祷告，每一个人都开口为弘毅弟兄的家庭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能够提名为弘毅慧宇的家庭来祷告。主啊，你的爱多么的可贵，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拣选了他们，认识神你的话语，走在主你的道路上面。主耶稣，我将这个家庭，他们每一个孩子，主啊，他们的成长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耶稣，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边，你让父母亲他们的爱是不缺席的，他们的陪伴是不缺席的。主耶稣，你帮助弘毅慧宇，让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神你的亮光，你的能力智慧，好叫他的儿、他的女儿、他的孩子这个家庭要天天站立在主你的爱里边。你与他们同在，他们也与你同在。谢谢主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来为了香云，香云有没有在这？好，香云，对不起，你姓什么？周啊？哦，周香云哈。好，我们要来为了香云。那香云呢？她是单亲的家庭，她带了2个小孩，但是她靠着主刚强。他把孩子带得很好，有时候觉得软弱，但是他说我来到教会就是在建造我的能力，所以即便是单亲，他不担心，因为耶稣是他的良人。阿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举起右手，我们要为香云他们这个家庭大大的来祝福的祷告。1、2、3，哈利路亚！主，我们为了香云来祷告，主，这是你所爱的幸福。主啊，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极美的计划，就是主，你要带他到那至高之处，享受在耶稣基督你对他的恩宠当中。主耶稣，你祝福在香云，主啊，让他在每一天的日子都靠基督得力。主啊，让他在教育他的儿女的时候，主啊，让他的心不担忧。主，甚至你让他不孤单，因为主啊，他的道路上面有耶稣基督你随行。谢谢主，祝福他，在他的经济，在他的工作，在他的教养上面，样样都要使他充足。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从早晨一起来举手来，从早晨让你的敬拜充满在这里。哈利路亚！是的，亲爱的主，用我们的手来称颂他的美名。主耶稣，谢谢你的灵充满。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们宣告主，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我们双臂张开，我爱你多么的张开，神的爱就这样按着你的心，按着你的心性降下来。我的主，是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我的主，我爱你。止境。我们会众来唱。我的主，我爱你。这是你对耶稣诉说你的情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诉说你所有的爱情，都要给我们的耶稣，我的主来。我的主，只有耶稣听见你对他的歌颂。哈利路亚。主耶稣的恩膏已经下来，在你的灵里带来安慰，
带来肯定，带来鼓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若不是圣灵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敬拜，我们就不晓得我们的位置站在哪里。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我们就在地如在天，在地如在天，是如此的荣耀，是如此的运行在这当中。圣灵，谢谢你。这个时候，你行医治的大能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医治的大能行在弟兄姐妹的身上，除去他们对癌症的恐惧，因为在天上没有癌症。主啊，你要除去我们在筋骨上的酸痛，因为主你所赐的筋骨是健壮的。主啊，你要除去我们的忧郁症。主啊，因为主的爱一降临，我们所有的重担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即便我们的家里面有人受伤，甚至有亲人过世，然而主，你的平安，你的安慰，这个时候临到这个家庭当中。主啊，你对他们诉说了你安慰的言语，是如此的有帮助，是如此的得力更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的掌声归给主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请坐，请坐。请来攻读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5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愿上帝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接下来要请加百列诗班来献诗，他们要献唱的诗歌是《活水江河》。复兴的浪潮已来到。充满
洗在活水的江河，苏醒在活水的江河，苏醒在活水的江河。有一股热流搅动我的灵，让天父的心满溢我生命，天堂的浪潮浇灌在我心，复兴的浪潮已来到，充满充满，从天降下，我感受到，充满充满，从天降下，我感受到苏醒在活水的江河，苏醒在活水的江河，苏醒在活水的江河，苏醒在活水的江河。我们来尊重他们的赞美，给他们掌声一下。将剑门都打破，是被掳的自由。活水涌流，活水涌流，涌流在我心中，喜乐永不止息。我们跳舞欢庆，活水涌流，活水涌流，涌流在我心中。苏醒在活水的江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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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涌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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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流在我心中，苏醒在活水的江河，活水在苏醒在活水的江河。是音乐秀逗，不是你们秀逗啊！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这时邀请周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活出坚定的信心”。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让我们的青少年牧区用这样一个喜乐的诗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看到他们就知道我们教会是有一个未来的，阿们。而这未来神建造在他们身上，为的就是要把更多的恩典透过我们所堆积的再加更多的丰富富在我们当中，阿们。这是一定很棒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对他们有期待，而且付出很多的关怀，盼望他们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被保守的，而且被茁壮起来，将来可以影响许许多多的人，阿们。所以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这里
透过敬拜，让我们的心是开的，让我们的灵是活泼的，并且让我们建造一个爱的人生。阿们。OK， 好，感谢主。那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要来宣告神要我们建造的教会，一起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例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好，请坐。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活出坚定的信心。如果你有按照我们活泼生命来一起灵修的话，你一定有读过这段经文，而且你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透过今天我们的分享，可以更深入的来体会到神话语的能力，都必然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不断彰显出来。信心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天天都在实践的，而且我们天天都不断在学习哦。你跟人当中有一个信心，对不对？我们称它为信用度。你的信用度好不好？好吗？好。银行对你的信用度的肯定怎么样？一定是好的哈。基督徒这方面一定是最棒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给我们，让我们不只对神有信，对人有爱，并且我们活出信望爱，这是必然一件的事情。然而我们也知道，在这样人与人当中以外呢，其实信心也在建立我们每一天当中的一个决定。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用信心做一种的宣告了。所以信心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天的考题。好，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其实你觉得这跟信心没关系，但是当你决定的时候，就跟信心连结了，而且你那个考题的结果就会跟你的这件事情或者人的事情所处理的结果有息息相关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过去我们一种信心的抉择的一个累积的成果，一个呈现。比如说今天早上理想到教会来，你一定是对神有信，对不对？你相信你所信的这位神，并且你相信你摆上这段时间是要跟神连结以后，会带来的是你生命里面的力量，对不对？富足，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因着信，所以早上天气，但是你还是会预备来，而且你会预备一个很好的心田来到神的面前来。而且并且在这当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彼此很好的一个学习，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己当中都跟信心有直接的关联。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很特别哦，希伯来书它很特别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议题上来做一个学习。你跟隔壁说，信心是每天的考题。来，信心是每天的考题。对哦，信心是每天的考题哈。好，那看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末了这一段经文，都是在论述信心的课题。作者告诉这些他的信徒，或者是他所关心的，说你们既已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了一个信仰，而且你已经蒙恩得救，而你应该靠着这一份信心来走每一天的路程，即便是逼迫患难，但是你依然可以坚信。他就把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把过去我们信仰的先辈，他们是怎么样面对神，去领受神的应许，并且他们如何坚持到底，即便他们在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成就，但是他们依然相信，到有一日跟主见面的时候，这一切都能够完全的看见神的祝福，在他们没有看见的日子里面所成就的一切，很特别哦。并且作者也提到说，那至少我们有一个最棒的一个学习，就是要凭信心来仰望基督，因为他给我们最大的榜样。他看见
之后的荣耀，他就怎么样轻看现在的一切的苦难苦楚。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很明白，我们是靠信心而活的人。阿们。我们一起说，我们靠信心而活。阿们。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牧师就跟我们提出来，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借着基督可以坦然进入到父的家中呢？其实作者写这个书信的动机，是面对那些正处于被逼迫患难的基督徒，当他们很沮丧的时候，失去信心软弱的时候，写书信给他们来勉励他们的。而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也可以清楚的可以让我们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这段经文的起先谈到信心，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我们信心的基础在哪里。他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而这幔子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哦。他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坦然没有惧怕的，完全没有惧怕，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天父有一个新的关系的连结，因着这个新的关系，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很坦然的来到神面前。过去旧约他们没有办法如此，他们要借着大祭司每一年来进到至圣所来赎罪，来求神怜悯。但是神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容许把那原有的幔子撕裂的哦。神把幔子撕裂，那在预表什么？预表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身体完全的献上，被杀，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尊荣、这样的位分、这样的资格，借着走过他的身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次如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每次想到，我之所以可以现在自己就来到这至圣至尊是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如果你能够更体会天父爱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把独生子献上，以基督的爱全然的表现，叫我们明白能够今天可以来到这里，那是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可以更深的去体会基督的爱，我们会更明白，哇，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很难得的。若不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何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他面前亲近他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我相信我们每次敬拜，我们的态度会不断提升的，我们的祷告会更深刻，会跟神的那种连结亲密会更棒，而这份信仰就会活现在你的生活每一天当中，你的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可以跟他连结的，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才一早哦，基督的信仰是没有休息的，是跟 7 一样的24小时的。对，这是我们最棒的，是让我们能够深深体会的，是因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条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救赎的结果就是如此，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很棒吧？如果你更深去体会神何等的爱我们，那我相信你每次在这里敬拜会更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耶稣的死，就没有所谓永生的道路。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没有基督的死，就没有永生的路。来，没有基督的死，就没有永生的路。阿们。这是我们要确信的。第二个，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坚信，那诅咒已经怎么样？咒诅已经成为荣耀的记号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
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自己来到神面前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被洁净的人，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存着诚心呢。诚心是什么？是真心的没有。好，我们看耶稣对那一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怎么说？说你们的口敬拜我，但是你们的心是怎么样？是远离我的。哇！我求神怜悯，在我们永光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敬拜的，不管你是坐在最后面的，我还是祈求神帮助你，让你的心是跟神连结的。阿们，阿们。哦，不要怕牧师看到你打瞌睡，没关系的，没问题的。哦，不要躲藏，因为在神的面前，何处可以躲藏？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说过了吗？对不对？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哦，所以我们要有真诚的心来，我们不期待是虚情假意的。哦，如果说你的男朋友对你是怎么虚情假意的话，那你对他的对待是怎么样？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还没经验了，糟了，慢一点经验好了哈。OK， 会怎么样？会甩了他，对不对？哈，何止甩了他，还要踹了他，小心哈。我不是说你，我说另外那一个。求神给我们明白哦，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就是坦然的，而且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那充足的信心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深信，我们是真心的，不虚假的，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救，并且那救我已经跟神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你要宣告，你所有的污秽都已经洁净了。这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本应该得的。因为你信就可以得着，你信就可以得着，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如此的这样的话，我求神怜悯。我看很多基督徒，我说的可能不是永光教会的人，很多基督徒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他还是被过去那些罪恶啦，过去那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被那些所捆绑的。他每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就是冲不过去，就会把自己拉回到过去那个挫败当中，所以他永远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基督救赎的功效不足吗？以至于过去的你没有办法斩断吗？你还是被过去所缠累的，在有一个关卡里面，就是没有办法过去，就是回想过去以前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曾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赦免我过去那种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了。那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你是否真的确信说过去的就真的斩断了没？我告诉各位，基督的大能，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就一切都付清斩断了。而如果今天还被连结是什么？还被捆绑是什么？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是撒旦要捆绑你，是你把主权再次回去交给那撒旦，所以你的生命还是会被过去的种种所捆绑的。求神怜悯我们。我相信我们永光教会牧师不断在传讲这样信息的时候，会帮助你。永光教会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得着了。牧师还没结婚之前1年，就在爸爸给的高雄的土地上盖了一栋透天的4楼的，还不错哈。感谢主哈。那当时候因为才出来赚钱不久哈，所以要盖房子，哇，那个很大笔的钱没办法，所以我就在高雄的土地银行贷款了180万这样。后来
某一个他的妈妈听到说我还负债累累，就叫他的女儿要想看看要不要嫁给这个人哦。结果他的信心跟勇气让我十分的佩服。那几年我们结婚几年以后，就把这样的一个债已经还完了。但是到去年我才发现，我在银行里面帮我查我的资料的时候，说我还怎么样，还被设定，我的那个土地还被设定。哦，我原来才发现说啊，你钱还完了以后啊，你要去把设定取消以后，才能够把土地权状拿回来。所以我30几年来，我手上的这一块土地的权状根本没有在我的手上，我都不晓得。到去年才发现，哦，那我就赶快回去把它处理完哦。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过去没有权状的人啊，还一直说那个土地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基督已经为你把所有的罪债已经付清了，但是你没有把权状拿回来，你还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在撒旦的手中。我不是说银行就是撒旦哦。那如此的话，我告诉你，你永远没有办法过得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应该把主权交回来，并且说：“主耶稣啊，你救我的，所以这个主权是给你的，不是我自己拿。”阿门，阿门。所以我感谢主。从去年我处理完以后，最后他寄来给我的就是我高雄土地的土地权状。我现在把它放在我的家里，因为那是我的。阿门。因为上面有我名字嘛，就是我的。阿门。你呢？你的生命的主权如果没有全然的交给主的话，即便你是基督徒，你还是在苦楚当中，因为撒旦依然对你说：过去你怎么样？过去怎么样败坏？你想你信耶稣就可以哦？他在否定你信耶稣，他在否定耶稣的权柄。然而耶稣的权柄是必然得胜的。阿门。所以愿神给我们清楚那些辖制我们的、控诉我们的那些谎言，我们真的因为把主权交给主了，我们都全然说交给主了，你去找耶稣算账吧。阿门。你不要找我，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付清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5章4节。你是神生的吗？如果借着耶稣重生的，你就是成为基督徒的，你就是神生的。让我们胜过这世界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就是我的救主，并且是我生命的主人。所以我们从此可以看见，如果那羞愧的十字架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荣耀夸胜的十字架，那你的生命可以吗？可以，并且那一些过去的羞愧，以前不敢跟人家讲的，如今因为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那一些可以成为什么？可以最美的见证，不是吗？阿们，阿们。所以基督徒啊，就最不羞愧的人啊，上未惊见小的人。这个中文怎么讲？我转不过来呢。基督徒脸皮是最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敢把过去我怎么样种种跟人家讲，对不对？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啊，是得救的痕迹呢。那我们因着这样可以告诉你各位，我其实也跟大家一样，然而我现在的荣耀就是因为基督他的荣耀的光照。阿们。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跟自己说，十字架能改变我的生命，就能蜕变。来，
十字架能改变，我的生命就能蜕变。阿门。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要坚守那信实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可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哇，这太棒了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社会的价值观会混淆我们的视听，会让我们以为就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看我这里哈，好不好？就随他们，因为等一下他们就回来了哈。会让我们会知道跟着走，而这个跟着潮流走的结果，我们会不自主的陷入到最终，被罪恶所捆绑的。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明白，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坚持什么？坚持我们基督的信仰，坚持从圣经来给我们的真理。这世界上有很多对我们说：“你怎么会选择这样？礼拜天最好的时间该去玩，你坐在那里，每次都听周牧师讲，你有机会讲吗？你没有啊，你应该叫周牧师给你一次机会讲，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是要领受真理，因为我们把礼拜一到礼拜六所有这一些对社会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重新用一个显微镜，就是圣经的真理来检视看看，哪一些不是合神心意的、非神意念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摒除掉。我们求神给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断的新陈代谢的，我们才能够健康的茁壮起来。而这个过程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知道说，借着神给我们的，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标准，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凭自己是不可能胜过的，我们唯有依靠他，并且我们相信这位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是必然信实的。阿门。所以凡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应许，哇，你读不完哦。但是如果你读到的时候，你觉得这应许是我要的，你就要怎么样？要紧抓住，要宣告：主啊，这应许要给你所爱的儿女，我就是你所爱的儿女，我就透过你的话语，透过祷告敬拜来到你面前了。所以这应许是我要的，主啊，你就给我，你就相信，我相信神会让你去经历，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所谓信实，就是他永不改变，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我们会变，对不对？社会都会变，社会价值观不断的在变。过去人们所指责的那一些，但是现在啊，可以当作茶余饭后那些闲话聊一聊啊，没什么。现在的人都一样，一个都一样，就叫我们不能站稳在神的真理里面。然后我们知道，圣经是明镜，可以教我们明白。愿神给我们明白。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是有一个步骤的。第一个，你要相信什么？有一位神，而这位神就是我们所信奉的神，并且你要相信这一位神不是在责罚人、喜欢鞭策人的神，他是怎么样？是一个赐福的神。他用爱创造所有一切，所有的他所造之物里面必然有爱。那我们经历他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岂不是更享受他创造的精华，就是爱？如此的话，我们知道他爱我们，那你会去寻求他吗？会，因为他是赐福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现在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知道怎么疼爱你的人，我相信你跟父母的关系是很棒的。如果你的父母不太晓得怎么做父母，所以你跟他的关系自然会疏离。然而你越信奉这位神，你就越明白，原来他是爱的源头，原来他是所有能力的源头的话，那你越认识他，你当然会更亲近他，这是理所当然一件事情。除非你自己没有经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才会对他的敬拜祷告会对他疏离，你会不渴慕他的话，因为你觉得只是一个习惯性的
一个信仰而已。那对于我们来讲，是最大的一个遗憾。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拥有神应许所有一切的福，你相信吗？我相信，你相信吗？我们大声来宣告这一句话：来，我拥有神应许一切的福，阿们。相信就把它怎么样封存起来，阿们。太棒了哦！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又怎么说呢？你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他说，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美，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并且我们可以彼此的互相照顾、互相的扶持以外，我们也可以有行善的能力出来哦，很特别哦。爱心跟行善是连结起来的哦，好，而这不是很自然就来发生的，不可能，都是要去努力、去营造、互相的激发才有可能。我们永光教会一直要把神的爱彰显在我们当中以外，我们也期盼更多人能够看见我们永光是神所祝福的地方。所以我们透过很多的想法来努力，我们要不断的传道、传福音，并且我们要关怀我们邻里，关怀我们所可以接触的这些的家庭。所以我们透过阅读营，礼拜3的阅读营，让学校能够推荐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这里来关顾他的品格，看他怎么把作业写完，而且我们把基督的信仰给他们。哇，好几年哦，有很棒的一个成效哦。而我们也有进入到校园去的校园天使，礼拜2早上，让他们带着一个品格也内含信仰的要素带到里面，叫这些学童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不但这样，我们也透过5班来招聚这一些孩子，让他们很活泼的以外，更重要就是让他们在团体生活里面去经历到这个信仰的团体可以给他们。你想，我们只接触这些小孩子吗？不，当我们接触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接触每一个小孩子背后他的家庭，这是我们努力的。而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幸福小组，要不断的敞开触角到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盼望把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爱跟我们的善行叫人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说好就好，要别人说我们好才是好，对不对？所以你要爱，你说我好爱你哦，那你说了算吗？不算，要对方说谢谢你很爱我，对不对？那才是真的爱。哎呀，好想抱一下。哇，感谢主这个要学起来哦哈。最后他告诉我们，勉励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关的人，我们要彼此的努力。有的人就说，现在科技那么方便，我们永光教会又有直播，对不对？就在家里礼拜就好。我告诉你，你在看直播的时候，你有跟牧师这样穿得帅帅的吗？在家里做得很好，在那里敬拜吗？你还会起来跟我们一起敬拜吗？不，你变成一个观众，对不对？你在家里看直播，或者你用手机看直播，你只是观众，你不是参与在敬拜里。那你知道整个敬拜的角色吗？我说，如果你是观众，那你就把自己当作神了。因为在整个敬拜的角色里面，我们都是演员，我们都是一个表演者，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而圣灵是一个导演，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他的能力加添在我们当中，按着他随己意的运行，叫我们能够更敞开我们的心灵来敬拜这位神。而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那个观众是谁？就只有一位嘛，不是吗？就是他把宝座放在我们前面，跳着2郎腿，说哇，太棒了！我这些孩子跟天使一起在这里敬拜我。所以如果你是用直播在敬拜，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神，
即便你心里没有这样想，但是那个态度是不对的。所以如果你要敬拜，就应该来到教会当中，到你所属的教会，到你喜悦的教会，在这里大家同心在这里敬拜，那才是最美的敬拜。阿们。这是我们应该要的，因为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扶持，也成为一个最美的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进进出出在这社区的时候，你知道吗？多少人会知道你就是基督徒？因为他看见你每次礼拜天就转到这个永光教会的这个大楼进来，他就知道。但是他的知道是怎么样？是让你能够成为他的见证，让他能够有一种感受。哇，这个人是基督徒，是这么的喜乐。哇，你看他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这样的照应，哇，真的很棒。这个团体是在世界上找不到的任何一个团体有这样充满爱、充满信心跟能力的地方。这是我们在一起要做的一件事情，不只是领受，而且透过这样分享出去咯。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求神帮助我们。耶稣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必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所以你可以更棒吗？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这一份信仰，你会更美好吗？阿们。我们来宣告：来，我必更美好，更有见证。阿们。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并且这个美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是我们往前走去，那个更美好就在前面为我们所预留的。再有几个人在美国蒙大拿州，其实是很多人在那里在寻找金矿哈。然后有几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历经了千辛万苦以后，他们发现了一处的金矿。那他们就努力的要把它挖出来哈，把它金矿把它挖出来。但是因为他们寻找了很久才找到，所以他们的粮食跟他们的装备都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他们必须要下山去来预备所有的一切咯。但是呢，他们就彼此约定好，我们找到金矿不可以告诉别人，对不对？这个我们不能分享啊！一分享怎么办？这是跟我们的后代的子孙有关系的哦。所以大家要说好，我用死来怎么样誓约，我绝对闭口不讲。我找到了金矿，所有的几个人都这样哦。哇！他们就分配哦，你要买粮食，要买什么器具啊，都分配好。然后呢，在1个礼拜后的什么时候，哪一个时间，我们去哪个地点集合，这样。哇，他们就这样下山去哦，到村庄里面去预备这些的东西啊。哇，时间到了，他们兴高采烈的就按着约定去到那里。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不止他们几个人，还有100多个人在那里。哇，他们就说，到底是谁泄了密，谁背叛我们？哇，这很严重哦。但是问一问，根本就没有人啊。他们就想一想，好，那就问这一些100多个人吧。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发现金矿呢？哇，到底你们怎么知道呢？他们说，我们有谁跟你们讲吗？没有啊，你们哪有人愿意跟我们讲？不可能跟我们讲。你们怎么知道？你知道他们怎么知道吗？你有人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谁泄了密，对不对？但我说真的是没有人泄密哦。但是那些人就说：看你们的脸就知道了，看你们的脸就知道了，你们找到了金矿哦。哇，看我们的脸就知道了，都不能讲，对不对？但是那个喜乐就一直怎么样涌出来，一直哇，那个盼望，那个对未来的期待，哇，真的是哇，脸上就写着我找到了金矿。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这份信仰如果是真的，你的信仰会写在脸上。阿们。
潘牧师国高中的时候，我怎么喜欢说他哈？国高中的时候他是运动的健将，好，他在田径场上是他的天下，好，因为他是县运的选手，他的短跑100、200啊，然后跳高、跳远，直铅球，还有什么？标枪哈，都是他的拿手的哈，真的是拿手的哦，好，然后呢，最特别的，他跟我分享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学校他国中是崇文国中嘛，对不对？高中是屏东女中嘛，对不对？他们学校在办校庆的时候，都有大队接力的比赛，对不对？好，他一定是参加嘛，哈。那跟他们同组的人，如果上场的时候看到潘纯勉的脸，他说他的脚就软了，而且他经常是会排在最后一棒。那最后一棒，也许他们前面的几个棒次跟别组的别队的差了20-30公尺，但是他可以在100公尺里面把他追过去，他的爆发力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他的同学跟其他的班级的选手有认识的时候跟他说的，跟同学讲的说，每次我看到你们班长跟我排在一起的时候，我腿就软了。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他的天下，所以他知道，只要有竞赛的时候，田径比赛的时候，是他夺冠军、夺奖状的时候，所以他的信心写在哪里？写在这里，信心，并且后面写了2个字叫必胜。因为他跑过以后，人家就看到他的后面必胜2个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信心要不断建立。没有人敢说我的信心是充足了。耶稣对这个父亲为了孩子得了癫痫症的，被哑巴的鬼所附找的来求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来医治我的孩子，因为我曾经把我的孩子带到你的门徒那边，叫他们把他鬼赶出去，但他们的结果是没有成就，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主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父亲怎么回答呢？他说什么？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对，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那一个坚信的信心来。那一份坚定的信心可以在哪里让人家看见？就写在你的脸上，就写在你的脸上，这是必要的。好，我们跟隔壁说，把信心写在脸上。我不是叫你用毛笔把它写2个字啊，好不好？这个意思你们听懂吗？把信心写在脸上，就是活出来那一份信心，那一个勇气，那一份充满盼望、充满耶稣基督的爱跟能力的，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成就的一件事情。好，牧师透过这段经文，把今天的主要内容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把它再练一次好不好？来，活出坚定的信心，借着基督坦然进入父家，坚守信实的神所应许的，享有全备救恩，活出美好。阿们。就按着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把它活出来，把信心写在脸上。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再来读这段经文哈，这是我们的金句。来，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希伯来书10章23，再一次来，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阿们。如果你确信神是信实的，他应许给我们的必然成就。阿们。就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阿们。我们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凭信心来唱。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今天早上，牧师期待你为一件事情祷告，那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没有卸下的重担，你还没有对付的困难，你还经历在痛苦软弱当中的，你把这一件事情凭信心交托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那是全备的，是要承载你所有一切罪债的，一切的苦恼，一切的病痛，都可以在他手中来得着释放的。今天你可以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好不好？我们凭信心来呼求主啊，主啊，三声以后，把你那一件事情交托出来，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哦，主啊，谢谢主，谢谢谢谢你应许我们，叫我们凭信心来领受，你要成全我们，把我们得着释放在你里面。主啊，谢谢你，因为在里面我们可以得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看清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不再被罪债所辖制的，把那主权抢夺回来，交给耶稣基督了。主啊，就在你手中了，就在你手中了，就在你手中了。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起立，哈利路亚，更多在当中彰显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这时候，主，我祈求你来做释放的工作。主啊，我们信
但我们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按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就在这个时候，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不是神不做，常常是我们信心不够，怀疑跌倒。常常我们被诱惑去听信那谎言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谎言的耳朵关起来，让我们的耳朵全然的对焦于你，对焦你的话语，因为你说凡事都能，在你里面我们信就可以成就。所以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要成就所有的需求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你要做神迹奇事，叫我们经历的时候，回头的时候看见发现了原来是你的作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靠着他，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路，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用掌声荣耀来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确信神已经应许了，神的大能已经应许了。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坐下之前，跟隔壁说你的祷告，耶稣一定应允的。祷告，耶稣一定应允的。阿门，请坐。现在我们要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请大家以感恩的心及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到主世人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注目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
众请坐。现在事工分享，请牧师来主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领受神的话语有没有大大的得着？阿们。我们要带着信心说，主，今天我所领受的都要成为我的祝福，够不够我们一个礼拜使用？阿们。所以礼拜天回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是必要的，而且是我们的福分，我们都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上个礼拜呢，牧师呢接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宣教的地方，在聚会都是被禁止的。我们听到呢，我们的心里面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么棒的地方，有这么美好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彼此的敬拜神、交谊，然后呢，领受神的祝福，有没有非常的幸福？阿们，阿们。所以在小组的聚会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因为我们不晓得整个局势的改变如何，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他们是在这种的境况当中，但是他们仍然渴慕。我们的宣教士他在1个礼拜前就跟他的姐妹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就不可以在这里礼拜了。果真马上接到警告，所以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宣教士在那里的平安来祷告。这是我们的使命，阿们吗？阿们。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看。哇哦，这是好大的草莓啊！我们昨天呢，秀莲牧区呢，总共有37位，有6位的拜师的朋友了，参加了这个牧区的旅游啊，非常的快乐。昨天本来要下雨，我们一祷告，雨都下不来。就是非常的凉，非常的凉。结果呢，我们一去了就是去草莓区啊，我们就一直拼命的采草莓，采草莓。我一采来，姐妹跟我说：“哦，牧师，你采这些大概要350块。”我说：“怎么会那么贵？一称400块。”哇，就一直采，一直采，哇！不过真的好快乐哈，这是一个姐妹弟兄姐妹大家出去郊游，很快乐很喜乐的时间。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只要有圣灵同在，到哪里都快乐。阿们，感谢主。上帝也祝福我们这些的贝斯的朋友，我们大力的跟他们说，你们要来受洗，因为这是一个属天的荣耀，而且是永恒的荣耀哈。哈利路亚。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门徒建造营有16位来结业。门徒建造营，当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培育，他们似乎是进入到属灵的大学。我们在学校里都有接受学校的一个正规的教育，但是你什么时候有让你的灵里真正上过一个正式的属灵的学校？我们基督徒可以思考看看，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学校。所以呢，他们现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们结训之后，他们都要成为小组长。所以呢，以后你看到旁边的人，你随时都可以跟小组长平安，小组长平安，因为这是神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OK， 好，恭喜这些人。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个礼拜呢，我们有圣礼典，也就是有受洗。有圣餐，所以呢，我们如果还没有受洗的，欢迎你来报名来受洗，成为神的宝贝的儿女哈。那你的小孩呢，很小的小孩呢，你可不可以把他带来受洗？可以，你以父母亲的身份，把你的孩子交给神，从小就交给神，你不要等到他长大了他自己去。我跟你说，爸爸妈妈，我们要担待他的信仰责任。把他带到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从小这是父母亲你所要担负的，这就是一个信仰的责任。所以呢，爸爸妈妈呢可以为小孩子来报名受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哈。好，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呢要来颁发奖学金。好 ，OK， 我们在礼拜2，接下来的礼拜2呢有领袖之夜。那我们这一次的领袖之夜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区长呢，你要来召集你的小组的铁三角，
区长要跟铁三角呢要来做牧养交流，所以这个是这个礼拜2的领袖之夜，所以请我们的铁三角我们都能够出席，因为我们的区长呢有一些的牧养的情况呢，还有牧养的内容，以及我们的幸福小组，他们要开始来做一个关心，然后我们的小组也可以在这边来彼此的分享你的状况，也让别的小组可以来学习，大家彼此来尊荣。所以3月26号我们的领袖之夜，请我们的同工来出席来参加。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抢救性爱世代，这个是一个研习会，这个是由新店行道会所举办的，而这个讲师呢，这个是外国邀请来的外国的讲师，这位讲师他自己过去在几十年，自己就是在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自己走过。后来呢，他认识了神，他生命改变，全然的改变，他开始服侍这些同性恋的朋友们。所以他有很棒的一个跟神的连结、生命的更新的经历，他要来分享。然后有研习会，牧师呢要特别来邀请我们教会的铁三角。如果你是铁三角同工的话，请你能够来报名参加，因为我们要牧养我们的组员，你必须要多方吸收资讯，然后明白它更多正确的一个管道资讯，然后让你能够在牧养上面各方面都能够满足我们组员的需要。所以铁三角要不要随时充实自己？要。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铁三角报名来参加，所以这个有研习会，然后有晚会，我们不是只有参加他的晚上的特会，我们是白天也来报名参加，非常非常的棒，用很活泼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介绍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有关于同性恋的这个议题，我们要关心这些人哈。所以呢，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来报名，这是我们的学习圈所要来装备的。接着，我们下个礼拜关怀部来召开同工会。好，那另外呢，我们在4月21号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就是这个亲民的敬主、慎终追远的祝福礼拜。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我们认识的朋友他们没有信主，那我们呢来受洗信了主之后，他们常常说，那个基督教呢都没有在祭主的那。你去基督教好像不太对，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错谬的观念，好像基督徒呢都没有在敬主，其实不是的。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基督徒呢是最能够慎终追远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教会呢要举办第1届这个亲民的敬主的一个祝福的礼拜，那是在我们教会里边来举行。那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自己的直系、你的爷爷奶奶、父母亲已经蒙主恩召的，或者是你的配偶蒙主恩召的，都可以提出他的名字或者是相片、电子档的相片，然后缴到我们的干事。那在4月21号的下午1点半，4月21号是复活节。1点半，我们在这里来举行，然后有一个很安静的时刻，特别是让我们未信的家人来参加，让他们明白也亲身来体验到，原来基督徒他们是这样子的隆重的来感恩怀念我们的祖先，然后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可以一代传承一代。我们确信来到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追思的时候，感念的时候，我们的神就祝福在你的家庭当中，阿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家族做见证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的父母亲都过世了，所以我也报名，因为我借这个机会，虽然我的孩子不在，但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在这里用一个感念的心、怀恩的心，对我的父母亲表达感谢神赐给我有这样的一个父母。所以呢，我们的儿女们、我们的家族弟兄姐妹，邀请他们来，然后我们来参加。我们也鼓舞这些第一代的，你是出现的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开始慢慢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敬主的概念。OK， 好，所以呢，请我们弟兄姐妹呢尽速的来报名，我们是报名到3月底来结束。好，所以呢，我们都有这个有在 LINE 上面我们也可以发布出去，但是我们限定的是你是在永光教会聚会的人，好，要不然我们怕可能会
没有办法去掌握哈。所以我们留意这件事情。好，接着。今天有北大教会呢，他们来观摩我们的亲子礼拜。好，接着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我们呢，继续的为这些云婷、启贤、约翰还有钱义兄，继续为他们来祷告。OK， 好，那我们有新的朋友，我们来欢迎一下新的朋友，好不好？好，来。好，望交的朋友1000，望交你的朋友哦，曾义谦姐妹哈，哇，她刚刚呢有带小孩在楼上，你的小孩现在呢在楼上很安全。你很放心在这个礼拜，对不对呀？非常的感谢，你是望交的好朋友。好，下个礼拜要继续来，下礼拜要来，一整年都要来。OK， 上帝要祝福你，你充满了微笑。我看到你的脸，就像看到那个太阳花一样，那个叫向日葵哈，向日葵，非常的美丽。上帝祝福你。我们呢，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1000，哇，感谢主，请坐。接着呢，我们来介绍芝婷诗雨。知雨，然后是诗雨介绍的，来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知雨来向后转给我们看一下哈，美丽的知雨哈来到我们当中呀，上帝也祝福我们的知雨，让你在你的生命里也不断的健壮，而且充满了荣耀，神必然要赐你那个丰盛在你生命当中，我看见了，阿们，请坐，感谢主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左右旁边的人？不认识的有没有 ？OK， 好，那我们请这2位呢，我们有我们的迎宾团队呢，他们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交谈，然后呢，我们可以来请跟着我们迎宾来跟着他们上去哈，1000还有知雨哈来 ，OK， 好，那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来颁发奖学金，好吗？我们要来颁发奖学金，好，我们先来颁发的奖学金呢。这是我们的孩子们呢，青少年他们在这个学期呢，他们的学业的努力，还有在出席的聚会上面，都达到这个标准。我们的出席呢，我来解释一下，也就是我们用上学期每一个礼拜总共有24周或23周的出席2/3，出席满2/3，他就可以申请奖学金。所以呢。我们的成绩的标准呢，用的比较低，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他的信仰品格。他的出席标准都以打卡为主，所以是非常准的。那这个呢，是在建立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孩子从小他的生命是跟谁连结的？是跟神，是跟教会连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呢现在要来颁发我们的国小的已经颁完了，我们来。颁发青少年的好吗？好，来，我们青少年的，在这个名单上有你名字的，请到前面来。真明、恩林、永新、维新，还有燕之、如一。好，大学的部分有 Kio， 好，还有以林、以文。好，我们到的就请在这边。平安、本玉。好，来，我们来 ，OK， 我们站2排。我们这些的孩子，他们非常的幸福，有教会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鼓舞他们。好，我们请周牧师来颁发奖学金。来，我们请那个区长来代表，然后他回去再发。好，我们请我们的区长本玉来代表接受。好，感谢主哈。好 ，OK， 等一下呢，你们祷告的时候再来发给他们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有萨姆尔奖学金。萨姆尔奖学金呢，就是他全勤，他主日，然后呢都全勤，礼拜6的聚会都全勤。那当然成绩是一定要达到的，所以呢，我们特别有设置了这个萨姆尔奖学金。我们的儿童牧区呢，有2位全勤哦，而且一个是幼稚园不是幼稚园，这个叫什么？幼儿的朱孝天。好，来朱孝天，好，来朱孝天，来，你在这里。你几岁5岁。几岁？我5岁。哦，5岁，全勤哦，哇！所以呢，我们要颁给他萨姆尔奖学金，而且呢，他们儿牧的周报他都要写那个
那个密码，而且写问题哦。他妈妈呢要跟他 QT 哦，这样才能够拿到萨摩奖学，比学校奖学金更难。OK， 哇，这是朱孝天，你妈妈有在这里吗？哦，妈妈在，我们来，就是我们今天为他祷告的香云，这是他的妈妈，然后非常看重他的小孩。好，妈妈你来站他旁边，他一半的功劳要给你。好，再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张瑞元，瑞元，哇，瑞元，你爸爸就在这里吗？哪一个是你爸爸？好，这个是他爸爸哈。好，来，爸爸你来站在旁边好了，一样也是全勤，而且张瑞元已经拿了好几届了，也就是说礼拜天哦都不会生病哦，礼拜天一定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好，这是那个儿童牧区有这2位哈，然后呢我们的青少年牧区也有2位也是全勤的，好 ，Kyo 跟林庭安 ，Kyo 林庭安，好 ，OK。爱神的心在这样的果子上，我们就看出来。好，我们请牧师来颁发萨摩奖学金，所以呢，他们可以得到2份奖学金哦，一个是牧区的，另外一个是萨姆尔的，所以你们今天有好多钱哦。好，那个国中的奖学金多少钱？国中1500，高中2000，大学3000。萨摩奖学金是多少？平安。好，我们朱孝天的，好，朱孝天的，好，好来，好，我们欢迎恭喜朱孝天，感谢主啊，好可爱哈，好。那我们一起照个相，我们就来结束。来 ，OK， 感谢主哈。好，上帝祝福他们。好，来。好，牧师也鼓励他们拿到奖学金，第一件事情要做感恩的奉献。阿们吗？要做感恩的奉献。好，好，恭喜你们，请回座，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彼此来祝福，请我们起立，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我们一起动作，预备来。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我们彼此来祝福，我们彼此来握手来祝福，带着信心，带着信心，哇！也跟他祝福说，神的福分都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看旁边的人，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愿耶稣基督无比的救恩彰显在你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更愿神所应许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在你们每个人身上，也愿圣灵引导感化，叫我们活在他的喜悦里面，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请坐。